好啦，以上今日有些困哥係話轉到了福氣落嚟節目嘅現場嗬，今天呢係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同大家來講到嘅係下輩農業韓國呢那個大概草骨神經呢方面嘅問題哦。頭先呢醫師來同大家來講到嘅大概神經草骨神經嘅個問題，同下輩農業嘅一個差別。頭先呢有了來講到嚟咩嗬？有一講三條神經嘅部分，係咩做得先來同大家講嘅三條神經？頭先都了講到啊嗬，而身落喺度奶呢，順康有一個模型，做得嚟大家講下嘛。這個看一下哈，那兩骨哈，腰骨哈有五目啦，五目，還有下背就係講嘅肩椎啦，也就係長骨啦哈。誒下背也兩目哈，最容易出問題，全身容易出問題。也那麼肚後都會扎到哈，係有乜嘅偏哈退化啦。軟骨突出來了哈，所以扎到也三條神經哈，也三條神經，哪一條神經扎到全部係草骨神經，全部係草骨神經，所以講哈，也 T4、T5目同第一肩椎嘅神經配合，就變咗也安尼嘅草骨神經。哦，來一下嚟看到入面有準備到一種圖啊，也就草骨神經哈，也三目哈。在這個兩骨嘅骨刺扎到神經啦，差唔多80%吧。哦，就按樣都有80%。要三條神經嗬，動會出問題啦。嗬，三條神經有一條扎到，就草骨神經就會痛。哦，唔係講三條神經組成扎到就會痛喎。大部分嗬，80%以上嗬，係扎到一條，嗬，草骨神經就開始痛嘅。要草骨神經就會控制腳嘅啦。我講草骨神經痛。哦，嗰個草骨神經痛流應嘅一個下背囊痛來講，痛嘅素材冇強樣，冇強樣，因為哈，呀草骨神經哈，太重要，看呀哈，呀草骨神經哈，就有三條神經，空嘅地度借出來嘅神經哈，借出神經去，大部分係膝頭會痛，膝頭會痛，韓國腳會痛，但是下背囊痛啊，都唔係草骨神經痛啊，都唔係 Andy 講頭先講嘅。腳也都會痛嚟啊！腳也都會痛，痛喺素材冇強樣，素材冇從強樣，喺扎到神經嘅痛嗬，就係腳痛，腳痛，冇扎到神經嘅發炎嗬，就會背囊痛。哦，按樣，安尼嗬，喺人肌肉啦，冇做也些關節啦，從也太嘅關節發炎嗬，背囊骨就會痛。按樣，喺冇發炎，但是。就會軟骨扎到嗬，就係膝頭痛，腳痛，係安尼嗬。背囊痛同嘅草骨神經痛係有差別嘅。我估到係也講講痛嘅位數係冇強樣嘅啦，老太家嚟講係按樣來去緩嘅嗬。學人講到也會有啊頭先你提到嘅下背囊嘅部分咯嗬。下背囊我原講有乜嘅高危險群係冇嗬，喺乜嘅用嘅人我見到下接講會有按樣嘅症頭出來。一般來講嗬，喺勞工嗬，較為背囊痛啦，較為背囊痛，因為嗬，佢嗬要輕點做事，要輕點做事，做動重嘅事，要力重嘅，要力重嘅寬重嘅，嗬，安尼嗬嘅開始嗬嘅肌肉嗬就會來傷，長期肌肉來傷嗬，佢就會影響到兩骨。哦，嗰時就係做事較會出問題，但是按樣嘅做事較唔會出問題，就冇輕點做事。冇按樣輕點做。冇輕點做事，輕點做事嗬，背囊嘅肌肉就會來傷。背囊肌肉來傷家下嗬，佢冇辦法支持兩骨，嗬，就開始用兩骨來拉，兩骨嘅軟骨啊就會出問題，因為你膝蓋嗬。會寬體重嘅東西嗬，半體重嘅東西，膝蓋嗬，做得來團嘅兩骨嘅韌帶，安尼當嚴重，安尼嗬，佢唔正經愛做從事做打側兩骨打側來，兩骨愛打別出來，按樣爭唔會又計想講肌肉啊各方面可能鬆到過後就愛意思兩骨咧，嗰個負擔都過下太咧。安尼講嗬，咩冇錯，但是呢。嘅草骨神經痛唔係勞工嘅，唔係也勞工嘅問題哦。唔係做從業一天會草骨神經冇一天，做辦公室咧咩會草骨神經啦？
潘公子嘅部分就係因為佢坐下久咩？係啊，按你古時嚟講，即真嘅也偏為油嚇，就係遺傳較重要。遺傳咯，遺傳較重要。因為遺傳嘅問題咯，按用遺傳嘅問題嚟講，算起來佢佔有1%，一般嚟講比例算有幾大咧？對，其實哈，統計上哈，70%嘅原因係遺傳嘅。唔係一家族，我抽個神經就動，很容易就會抽個神經。哦，故所以向前面有做對自家來注意下，係咪講自家冇下人啊？嗬，有人講，可能他當然有一方面嘅問題，喺個唔要嘅時節，可能就係頭先講嘅遺傳嘅問題。係冇錯，因為嗬，成年嗬叫人嗬，就以為較皮，以為較粗，以為較強壯，以為較弱，就係安尼。但是某一天哈，講較強壯嘅人哈，佢抽個神經就好嘅。哦，唔係較弱嘅人，佢就會抽個神經，唔係，也唔係，係哈，抽個神經哈，旁邊的組織哈，係較弱嘅人哈，佢執唔出，因為當強壯，但是一條神經執到，佢就冇辦法生活下去。哦，故所就係你自家身體嘅構造啦，嗬。你從安樣嘅問題就有可能係遺傳啦，嗬。一個結紮部分啊，而嘅一個想講健康各方面嗬，一個冇安好嘅嚟講，當然就會產生呢一方面嘅雜問題。但是呢，預防沒當重要。預防當重要啊！喺講自家先天嘅部分冇乜嘅好，一時間都好好嚟做預防嚟嗬。好，而家現場有天發生嚟接下，可以係你巴黎嘅許小姐。嗨，劉小姐好，醫師好，我想請問您哈，那個是什麼原因會造成脊椎滑脫？還有要怎麼樣預防呢？那麻煩醫師請說華語教我好不好？謝謝哈。好，我講呢個脊椎滑脫係，做啲係乜嘅原因用嚟預防？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冇帶動到圖來啦。脊椎滑脫最常見的地方就係第四天膜，第二就係第五膜梁骨同第一膜肩椎，脊椎滑脫。脊椎滑脫哈，它有做的。也用中文翻譯然後結果，因為也入邊向前期可能他談唔實合法。談唔實合法啫。脊椎滑脫哈，所以第四腰椎、第五腰椎、第五腰椎、第一肩椎是最容易發生脊椎滑脫。原因是因為哈，大部分是因為後面的小關節退化，好，然後前面的這個椎間盤，這個退化，這兩個原因哈，造成脊椎不穩定。佢脊椎不穩定哈，佢行喺咧重勢做重勢，好，也脊梁骨就會脱節，就會滑脫的。滑脫的哈，你看也低度哈，就會神經孔哈，你看也哈，也對位哈，也就神經孔，你也兩目脱節加下哈，佢就會砸到有神經。大部分呢哈，還是脊椎滑脫，係下背痛。背囊痛，背囊痛，但是哦，後背砸到神經加下講，砸到神經加下就變到腳痛、腳痹、腳麻，就變到係抽骨神經。變抽骨神經，開始背囊痛，後背變到抽骨神經。背囊痛有可能冇好好來做治療，也係講冇好好來保護也係用嘅嗬，結面下嚴重就變咗規個抽骨神經咪會痛。係啊，好也真係咧，唔係咁難背囊痛就背囊痛，抽骨神經痛就抽骨神經痛，有可能會相互來影響嘅嗬。好，也就係也就問題按樣來回答嘅向前咯，也係要聽翻嗰來接，也係竹東嘅李小姐。嚟竹東李小姐你好。哎，你好。係，上愛來冇乜係問題。好，我想都係問黃先生啊嚇，因為我前2年前就俾開刀過嚇，喺腰骨有兩節係夾嘅，兩下就開始啊嚇，會上陽痛啊，痛到個腳嚇會當陽當痛，有時我要去看這門診啊，我就問佢講係腰椎上骨刺啊，嘛咁樣俾人切條骨啊落去，所以隻腳嘅兩邊腳臂嚇肉會痛啊。通過更勁啲樣嘢啦，按樣顯嗬，腳下咪腳木住嘅，會嚇會擦下氣痛啦。好，嗱，廿天發現講係講下甜甜冇意思咯，然後做回答嗬，陣時來接另外一同啊，苗栗嘅車小姐，苗栗嘅車小姐嗬，嚟苗栗謝小姐，你好，嘿，嚟上安冇乜問題，嘿，現在可以講哈，做一啲講咧。我哈，因為腰哈，你站起來就會痛，
走路会痛，躺下去哈，一下子就不会痛。哦，睡到眠床後嘅時間就較唔會痛。睡到眠床啊，有10幾分鐘就完全不會痛。安樣型嗬，身來輕樣嘅嗬。我以前有開過刀，有手術過。開過刀有放過，那個人工的哈，放過好幾節了，2、3節了。啊，現在底下又壞掉，說2節了。好，安樣啲咧嗬，先頭天花嗰啲醫生來我講咯嗬，好，安要用咱問題來回答詳情下。佢呢兩種問題其實嗬，所以一種問題，共用嘅問題，共用問題係咧嗬，都開過刀嘅人嗬，譬如講嗬，有2目開過刀嘅，嗬，叫打栓咧。打栓咧固定，因為佢脱臼嘛，唔知叫做打栓咧固定嗬，佢嗬體質嘅片面嗬講嗬，佢嗬一下嗬又會開始痛嘅，一下係按打栓咧嗬固定踢嗬，後背嘅兩骨咧嗬，背囊運動哦，就靠其他嘅關節咯。其他關節，因為要栓咧栓起來咧，又唔會疼痛嘅，其實唔會痛嘅，冇錯。但是哦，開始去做世界嗬，要運動嗬，全部靠其他關節，其他關節慢慢咧就開始退化。講後背開個刀，後背因為痛到切頭哦，做下係當一條神經嗬，T3、T4目嗬，做去控制切頭。好，佢下擺痛嗬，要痛到同頭擺冇共用，好，係佢做會扎到另外一條神經咧。但係因為打栓咧嗬，唔會偏痛嘅，大部分人係唔會痛，但小部分人會痛啦，嗬。但是到面床叫做好嘅，因為啊冇疼痛加嗬，也脱節位嗬，也三目。變到1目咩？一脱這位啊，叫慢慢地會糾正去，還有安尼神經沒死嘅東西啊，佢切架好會調整都唔看唔會痛嘅，但是放棄了開始做事，唔做又扎到神經咧。安尼片面係一樣，開始嗬做得做，開始做得行，佢行行50公尺，叫行唔下去。做事做10分鐘，叫做唔下去，要忘停。安尼嗬，所以雙目嘅神經要扎到。嗰時就係有雙目嘅神經要個扎到嘅。挨隻過來去做檢查啦，嗬，意思按樣來做下回答咯，嗬。好，你回答題也問題過後呢，接談到嘅一個草骨神經同上來輕樣嘅咯，家下聽緊轉到也節目當中，爭個繼續來講到，成多兩位來聊下來咯。